大家好，我是新德营。大家人叫我姓的，因为阮爸爸就是叫姓的。我甲我爸爸的关系是无讲真介好。我来这个台语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台语无讲真好，所以我就足紧张。我是拍阮妈妈啦，阮爸爸嘛听，就甲我讲，这要安怎念，所以讲我就感觉我甲因的关系较接近。正经咧表演的时阵，拢是顺着迄个 flow 去演戏。不过解决了这个问题哦，因为真实对你特别敏感个气质，所以我即摆拢唔敢搁讲啊。但是即摆苏达老师甲我讲，你爱伫啥物时阵，你情感要有，搁有目屎嘛爱出来。进前我感觉我是做袂到的，但是今仔日我做到啊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期待，甲你伫乡下见。